手机，却觉得更空虚，好像每一刻都在别的地方游戏，心不停奔波，把手机放一旁，此刻静静一口一口，慢慢地喝完一杯茶。我对当下的专注力，像一道温柔的光，照亮内心昏暗的角落。只要回到现在这一刻，清楚感受呼吸，心慢慢安稳。原来真心的活在此刻，就是在温柔